谁呀？爸爸。爸爸，你教我画画吗？爸爸今天晚上有点忙，要写报告，你去找妈妈好吗？妈妈，爸爸不教我画画。爸爸，妈妈在炒菜呢，你来教我画画。教你画画。嗯。我看一下，画个印象中的黄河。你能早起吗？能。那好吧。我叫那么久，是个土生土长的若尔盖人。保护好黄河上游生态屏障，是我现在的工作。我国为保护黄河，专门出台了一部强有力的法律。那么作为我个人呢，我想用一种柔软的力量，去捕捉黄河的美，去打动一个个普通人，激发出大家爱护黄河的热情。哎，声音在那边的吗？我看哈，哦，好多好多。哦，这个太远了吧？这个拍不到。这个肯定要走过去才可以。有一天啊，我和我的师傅，他叫泽瓦然登，他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是一个聋哑人，他一心想着要拍白天鹅，赶时间。赶日出的那个时间嘛，结果走着走着，有一片区域那个冰冻的不是特别厉害，我突然就掉下去了。我们两个中间的距离大概有10米，一掉下去就到膝盖以上，那个腰部以下这个位置。哎呀，然后慢慢还在往下陷。我当时就叫师傅，师傅，我叫了很多声，我居然把他耳朵听不见这个事情居然忘掉了。脑袋里面想了好多东西，在那个短暂的时间，我就在周边找那个草比较硬的那种，然后手抓着那个地方，慢慢的把腿给拉出来，最后我的鞋子落在里面。师傅这时候肯定看了一下边上，因为他听不见声音，没有人影啊。回头一看我蹲在那里擦脚，跑过来问我怎么了。我说我刚才掉到这个沼泽地里面了，这个洞里面。他说你的鞋子呢？我说鞋子在洞里面，因为看不见嘛。他用手把那个鞋子拉出来的同时，大概能看见那个鞋子的状态全是淤泥。然后他就拿出手机在那里拍，边笑边拍。里面有黑颈鹤跳舞、唱歌，配合光影，虽然很美，但是没有这种打动人的那种感染力。我想通过定位跟踪一个黑颈鹤的家庭，2只黑颈鹤从谈恋爱到孵蛋，到蛋破壳而出，到父母教幼崽怎么样生存，然后再到南迁，整个完整的过程。我想这样的作品更有故事性，更有诉说感，更能感染人，这就是我以后努力的一个方向。有一次，我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拍摄这个黑颈鹤孵蛋嘛，因为我以前根本没有拍摄过，我在保护区转了很久，可能有2年吧，然后一次也没遇见过。那一次运气好，遇见了过后，我到那个旁边，我就发现黑颈鹤夫妇离开了，然后，我也听说过这个，黑颈鹤夫妇孵蛋是不会离开的，都是交替进行，至少会保证一只黑颈鹤在那个地方，孵蛋，要不然它的那个温度，蛋的温度不平衡的话，应该讲，里面的那个崽子就是死掉嘛，然后
我就选择了放弃。你都年纪老人，葬礼容许随小男的鸡春秋干那的，今年去完呢，你了你为人把马爬爬些，春秋干那个人把马爬比今才做些呢，这个来啥随小科技，先看他所以来自老大些别些。对了，姑妈的，我科技难道去呢吃中的，来啥杂通的吉他些别些，诺菜来个呢抽象些吧当。早里用着脑顶精度数节见得米忘记，中州干那个草年经过于接触的新巴些。我们这里正在施工，在给以前挖的沟渠修一些拦水坝，让水留住。每一段隔一段都会修那个拦水坝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沟渠很长，它这个地势高低不平，如果直堵两头的话，下游的水很容易升起来，上游的水就很难升起来。老我蒙比解释，难得个一弄子检查些研究些，拉木下去把蒙不家呢，你个得瓦些上月。地松吃中巴当，这个家圈吃的东哈，蓝沙拉索黑巴苏着，黑他热都人把老大黑巴就，从叉几百亿家圈的，些钱你家叫俺呢，些钱追加俺这两怕月啦，前年就里面俺人拖的先有把些。哎呀，因为这些装备重啊，平时带这么多东西，吃的喝的都不想带了。摄影就是这样子，没得办法。你都年是老人，拉木下东多当木那国主机，娘的些亲自主动约比随胸可的，将把过些天吃这些吧嘛些，多当可的大桥日三角早月吧，大些才能特约。固定机25只，然后是吃嘴前压1、2、3、4只，还有点像苍鹭，但是我没有分辨出来。应该飞过去的那个是鱼鸥吧？鱼鸥没有很高的辨识度，因为它飞得比较远，所以我得回家导到电脑上看一下才知道。每一次出来拍鸟啊，一天只吃1顿饭，饿倒是没问题，但是缺了水可真不行。我听说有这样的一种做法，老百姓会在这个周边随便采一根草管，就拿着这个草管喝水。这水可清甜了。我们湿地管理局近年来也对这个水质监测做了很多工作，水质很安全，也不用担心这个拉肚子。你是做啥子的啊？这儿？哦，我这照个相，
这边找个想放无人机，我在。啊，来无人机。哦，这里面车子不能开。车子啊？哦。这里面你放无人机啊、照相啊那些都可以嘛，你车子不能开，这是保护区，这里面不能开车子。你们是湿地管护员是不是？我们是湿地的管护员。哦，我也是湿地的。我也是的，等我把无人机收一下啊。好。这里是保护区，游客不能私自进入，只有原住民和我们工作人员才能驾车进入。马上啊！我今天我是湿地的，我叫拉木九。咋个认不到你了？我叫拉木九，我是新来的1年多，我们可能没见过面。今天我在这工作，拍这边有几个鸟，我在先记录下确认一下。可以，没得问题啊。我主要做科研监测工作，平时跟巡护员交集较少，所以被误以为了游客。因为保护区管护人员较多，这样的事偶尔会发生。上天，你到弄我个当的就保护区个工作人员是应台，你到弄我个当。对的。我中部里跟这跟什么买起的，说对不起了。没得事。我没得啥子不高兴的，那些根本没得啊，对不起的也没得。感谢你们在这个工作这么认真。你看我们保护区的这个管护员可不可爱，又可爱又尽责的，真的。我如果做不好自己的工作，我觉得丢人。哎呀，现在保护区这个人进来的少不说，看到美的人更少。我又能摄影，我又可以进来，这么便捷的条件，我如果不把这拍好宣传出去，我对不起我这份工作，真的。有些时候啊，为了拍一组精彩的镜头，搭着帐篷，开一个小窗口，呼吸声音都不敢有，一蹲守就是一天。只有一种情况我们才可以出去，就是上个厕所。我也很有幸啊，当时那个国家地理他们那个杂志社，要对阿坝州做一个特刊嘛，然后我的作品当时也供稿上去了，然后也有幸被他们给采用了。那张照片当时就是在这个区域拍的。我的遗憾呢，就是没有拍到一张母子同框的一个照片吧。我就想证明一下，他们的种群在不断的扩大，然后这个环境呢也适合他们生存，繁育吧。啊，等一下，那边来了一群。最麻不你把两个呢，也人不给把动，过年把脚把来就赶快吃完了。香个动，香出个节点呢，把连着的些。快来看一下，这就是刚拍到的那个狼爪，应该是狼爪，有很多在这个沙化地上啊。然后我在周边发现了这个它的骨头，有各种各样的白骨。我听牧人说，他们吃这个骨头的时候吃的特别干净，这种白白的骨头一般都是狼做的事情。当时听那个牧场的老百姓说，前几天发现狼窝在这个区域，然后我们到那个区域的时候没有，我们在那里找寻了半天，但是那个牧人还有经验一些，他就在那个50米范围的一个灌木丛，我们外表看起来它就是一个灌木丛，啥都看不见，把灌木丛翻开过后，就看见了那个狼窝。马西提个巴切拉店呢，拉姆下季，这呢香根个些年的八月，你都也是路易，大瓦登巴拉，香根些康苏兄东，这里现这个大些菜来接着东西，家用着香根些康苏兄大些菜来杀气，同马的，这个日子巴些。论得到个人啦，人呢大些菜来地气节目算都等呢，
专给来啥水学科的，还就通根比这些诉求念的怕远。在这个管理平台，没有之前，很难观测到一些物种。自从有了这个管理平台过后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，新鲜的面孔吧。然后在2020年发现了1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，2级保护动物那个彩鹳。然后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画面里面就是2只古顶鸡，它们在这里觅食。明儿最近来啥水学科的，加考着人把当不与水学诉求日阶等月不等，但来冲出给那一家见面等月不呢，大大冬季老了节目的送月。现大东水学科的现日日啥把个节目的先不热，那么下去参事，这些诉求哪里蒙蔽最给着从家完了，先看可以直接没把接来是想不等，这话啥么月半对。当时我经过这个区域，看见很多老百姓在撒草种。我走过来询问了一下老百姓，他们说他们在做一个补草的一个项目。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呢，就是想记录一下草的恢复情况。也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鼠兔是加速草原沙化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其实它也有可爱的一面，它是草原60多种这个动物的食物来源。从生态保护的层面上来讲，一方面在关注鼠兔，一方面也在关注人的问题。以往啊，在这个草原上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开沟排水工作，导致草场的这个水位降低。给鼠兔生存环境创造了条件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想用影像呈现人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的相适应的一个过程。我叫把子打个哥哥。等，那就买弄，带着我弄，阿伯阿妈。你觉得这个香皂卷怎么样？我觉得香皂卷，环保，还有呢？还有自己搬远么来就修剪来比较方便。以前牧民在草场上，为了修牛羊圈，就地取草皮，然后把这个草皮这样，大概1米左右围起来。里面关着牛羊，对这个当地的草场破坏，现象比较严重。现在我们单位在牧场上做一些试点，修了这个香皂圈。香皂圈呢，就是用这种钢管拼接而成，方便移动，在他们转牧场的时候也方便带走，在那边又架起来，帅得很，真的帅得很你。谁自己？等等，你的外形那些特别棒。比较真实，这个可能也就是平时的你。得比洛卡西人啦，拉姆下季年学节呢，如宾作为把桥比那把当，得是年的爸爸热。那种草原牧人特有的那种幸福感、快乐感。对未来的那种希望感，全部都体现在他的那个脸上，微笑。这些你看嘛，你笑脸，很开心的东西。放牧其实不是啥子困难的事，是喜悦的，可以给自己带来价值。我们的藏族的这个所有的食物来源，全部都是这个肉的。他身上对待，他比我们这样子了，我们要有敬畏之心，要回馈大自然，我们要保护环境，就这些嘛，就照片体现的就这些。我那个我接个电话。好的，那就是需要我陪同嘛，嘎。
现在我就来找你嘛哈。好好，拜拜。好好。好久来的，好久来的呀。好久不见，昨天吗？昨天刚到。好冷啊，若儿哥。好冷呀。每一次他们这些科研人员来了过后，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的，因为我大学学的是音乐专业，到湿地管理局来后，有很多专业性的这个知识认识不足。每一次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学习很多的这种专业的知识。大概我懂了，反正我们还要去几天嘛啊。对。那你给我再辅导一下，因为我很想学这个也是摄影的一种嘛，对吧？对。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还能进入到很多的野对生动物嘛，它可以就是更便捷一点，对吧？对。好冷啊！几号回去不是？我上次我跟你说，我在老家爬我们老家那个山顶，然后我没看时间，日落了，然后因为山高，日落的比较早，比县城早，我晚上了1个小时，结果你晓得我手机高头冻没电，手机那个灯光也没得了，然后我就往下走，一直找不到路，那会儿我好害怕那些狼啊那些在叫的嘛，你晓得那种感觉噻，好怕。我们那几下回去不是，我们俩还在这么高就星星都出来了，你看哦，快走。看见那边有一个水湾没有？爸爸，是不是那个弯的河？对，它叫黑河，漂不漂亮？爸爸，那边的鱼好漂亮。对，特别漂亮，你帮爸爸记录下来好吗？好的，你按一下。爸爸，这水要去哪里呀？这水啊，这个黑河经过100多公里要汇入黄河，然后从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四川，你到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山西，再到河南，再到山东，最后出入渤海。爸爸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，爸爸想到黄河入海口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的每一滴水，都饱含着无数人的点滴付出。爸爸想取回一瓶水，珍藏起来。如今，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已经启动，更宽广的美景也随之闯进了我的镜头。动物的繁衍生息，植物的春夏秋冬，和人们的丰富表情，让黄河有了千万种美。可能我这辈子都拍不完哦。未来，我希望用美的无声语言，与无数未曾谋面的人达成一个共识：母亲河啊，我们爱你。